冬天天氣咁乾燥，喺化妝之前就記得做好保濕嘅程序啦。按壓嘅動作係可以令護膚品更加容易吸收㗎。點樣先至可以擁有好似識得發光嘅皮膚呢？秘密呢就喺呢啲珠光 base 上邊啦。但係好多時呢，單用呢一啲珠光 base 呢都會好浮誇嘅，咁所以我就會溝一啲保濕 base，份量係1:1，撈埋之後呢，就可以搽響面珠、額頭、下巴同埋鼻梁呢一啲凸起嘅位置啦。潤唇膏除咗可以攞嚟搽嘴之外呢，仲可以搽響眼底呢一個位置㗎。由於佢裏邊有 wax 嘅成分，所以呢可以成為一道屏障，防止粉底吸乾眼部嘅水分，咁眼紋就會冇咁容易現㗎啦。利用粉底溝上保濕 base 1:1嘅份量，先至再搽上面，咁個妝感就更加透薄同埋自然啦。呢一盒我喺泰國買嘅遮瑕膏非常之好用㗎。調校好自己需要嘅顏色之後呢，就可以重點遮瑕啦。因為之前工作壓力太大嘅關係，所以面兩邊生咗好多壓力瘡，到而家啲印都仲未退晒啊！鼻翼兩邊都唔好漏咗啊！到眼圈嘅部分啦，你只係需要遮淚溝位嘅啫。至於上邊呢個位置就唔需要遮啦，咁先至有素顏嘅感覺嘅。到定妝嘅部分啦，可以利用一支細掃，點啲粉餅，再響有遮瑕過嘅位置掃上去。為咗令個妝感更加自然，今次係會用到啡色嘅眼線筆嘅，剔起啲眼睫毛，畫喺 waterline， 咁就 OK 啦。至於外眼線，只係需要由眼中間畫到去眼尾嘅啫，畫一條幼幼地嘅。眼尾呢就打橫延長少少啦，效果就係咁樣啦，有咁自然就得咁自然。再攞一盒4色眼影出嚟，用佢附屬嘅海綿棒，尖頭嘅部分呢，沾一啲珠光眼影，搽響臥蠶中間突出嚟嘅位置，再沾一啲深啡色，搽響眼尾1/3嘅位置，少少得噶啦。然後就再用一盒大橙色嘅胭脂，用個海綿棒尖少少，搽響頭先上咗啡色眼影嘅地方，咁睇落去呢，就會有一種喊過嘅感覺，更加惹人憐愛噶啦。夾完眼睫毛之後，就可以用一支液體嘅眼線筆，響眼睫毛同睫毛中間嘅位置篤下捉下，填滿中間嘅空隙。效果就大致上係咁樣啦，要好自然嘅。然後就到搽睫毛液啦。如果你啲眼睫毛夠長，就可以 skip 咗呢一 part。如果好似我咁上眼睫毛夠長，而下眼睫毛唔夠呢，我就會搽少少喺下眼睫毛嘅位置啦。為咗令個妝感更加自然呢，眉筆嗰方面我就選擇咗用灰色去畫一條平身而又淡色嘅一字眉。畫多咗就可以用支眉刷掃一掃佢嘅。再用埋眉毛嘅 top coat， 咁個妝就可以 last 得更耐啦。攞返頭先盒胭脂出嚟，輕輕地搽喺兩邊面珠燈嘅位置，好自然就夠啦。為咗營造有一種好凍嘅感覺，我會喺鼻頭都搽少少嘅。我自己就唔中意個嘴唇太深色嘅，咁所以就會用粉底遮咗唇邊嘅顏色，唇中間呢我就會保留嘅。再用珠光嘅眼影搽喺唇山位。然後再搽上帶淡粉紅色嘅潤唇膏，咁個妝就大致上完成噶啦。好，終於到set頭嘅部分啦。我會用一隻直髮夾去將把頭髮 set 攣嘅，逐執慢慢翹到成個頭都翹完，咁就 OK 噶啦。好，搞掂。
咁凍嘅天氣，梗係戴翻頂冷帽做一造型啦。出邊真係好凍啊，得7度咋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呢個偽素顏無辜咁超級無敵凍傷妝容啦。個名好長嘅，其實拍一條片真係要花好多心思噶。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同埋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支持一下啦。有啲咩問題就喺 Facebook 留言俾我啦。拜拜。